在中华新港寒人的主要农作物是蒜头甲葱头，不过种蒜头时间爱较长，受到这农村人口老化等原因的影响，真侪农民改种3个月就会当收成的葱头，但是种蒜头的面积是愈来愈少啊。这新港农会也坦白讲，那照安尼先发展落去，日后可能就无这新港蒜头挺好食咯。坐伫田边，真熟手的整理蒜头。今年50多岁林明友伫中华新港算是真少年的做事人。林明友表示，这种外皮红色、较细粒种、气味咸搁香，是中华新港蒜头的特色。但是种蒜头头尾加起来，你要9个月的作业时间，栽种成本逐年增加，愈来愈少人愿意种。即摆1分田的成本龙头已经超过3万块啊，嫌经济来讲，有超过3万块啊。种甲采收了，采收了就搁拍个半个，这种时间啊，要种进前就搁半个月进前就掰蒜头，为采收甲晒干，甲采收甲晒干，安尼超过9个月。根据农业部的统计，1980年代新港蒜头的栽种面积大约400公顷，但是到即阵只剩20-30公顷。是安怎蒜头田会消失甲遮紧？新港农会表示，这和农村人口老化、气候变迁拢有真大关系。种的人拢是老伙仔较侪，少年的无人要爬起来，所以就是变愈种愈少。再来环境的问题，环境就是即摆越热。天气愈热的时阵像这蒜头要种无简单。请无工人，这条是上大的问题。我的做法是叶肥啦、喷药啊，拢是尽量家己来。新港农会也坦白讲，若照安尼发展落去，后摆可能就无新港蒜头通好食。这几冬农会也透过食农教育推广在地农产，未来也按算规划线顶平台，帮助农民卖蒜头，望销路好，会当提悬农民种蒜头的意愿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